继续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时阵宣布，甲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换掉，希望会当加速解决。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停火协议，美国总统川普讲，18会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来通电话。因那美国的中东特使认为讲，有机会伫咧几礼拜内来停战。 会议室内底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甲官员咧开会。泽连斯基16日宣布，甲原本做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李维奇提职，互顿涅茨克部队指挥官格纳托夫接任，毋望借格纳托夫超过27档的军事经验来加速军队的改革。 Бойовий хлопець і його завдання саме більше бойового досвіду наших бригад в плануванні операцій оборонних та наступальних, а також більш активна розбудова корпусної системи. 乌克兰军方伫今年7月表示，要甲军队为用力做基础的军事体制，改造更较大规模的军团体制，来改善长1000多公里的前线部队互相的协调，加紧决策的速度。针对俄乌战争停火协议，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16暗时透露，会伫拜二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讲电话，有可能会讲到土地甲发展抢的问题。 We'll see if we have something to announce maybe by Tuesday. I'll be speaking to President Putin on Tuesday. And a lot of work's been done over the weekend. We want to see if we can bring that war to an end. 美国中东特使维科夫13甲普廷会谈了后，捌向媒体透露，普廷愿意接受川普对结束俄罗斯伫乌克兰战争的理念，表示需要满足关键的条件才当接受。另外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西科向俄国媒体消息报表示，任何关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，另外确保北约国家排除乌克兰入会的可能，而且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。 为着协议停火，暂时乌克兰嘛承认已经撤出库斯克苏贾区的后勤中心，而且伫社群平台放出几多张上新的战地地图，证实俄军已经完全撤出苏贾区。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。